咱三个讲分配者，分配者。免出来无要紧好，免出来。动作啊，小个记。哦，技巧数，分数7、听滚， 2、3。提醒。 7、18，休息哦， 18招，差不多。你有记起来无？爱想一下，想一下，爱想一下。收者好。迄是有一个小可撇步的啦，就是讲你先记招数，你力莫出遐济，啊若无其实人就像电池共款嘛。你若一开始排练，你若力出伤济，你到现场你就无力啦。应该是3分记招数，4分来出力，啊另外3分哦，就要对付现场料想未到的状况。